伫咧家己六骹有一位70多岁老大人，因为亲戚朋友拢无伫咧身躯边，即几冬佮加上目睭青光眼的镜头，豆豆开始看无啊。知影即件代志的民间团体就赶伫咧过年进前来替即位老大人摒扫厝内。即天无用的佚拄啊，摒厝内，要赶伫咧过年进前，替目睭已经看无啥有的黄老先生，甲厝内外的环境整理好势。伊家一个吼，安尼生活啊，佮进前为着务正安尼，吼，造成伊即摆身体吼，拢爱歹一寡尿滴啊，无方便所在，啊，即摆佮引起变化，做目睭无啥看。今天来到六甲这副我们那个长辈的家哈，我们进来就帮他就是整个环境的清洁、打扫跟擦拭，好，包含整个家里的全面性的都做。无实际伫边仔照顾的黄老先生已经70多岁啊。目前的生活除了护理单位甲公部门的照顾，厝边嘛会来帮忙。黄老先生讲，青光眼互伊拢看无物件，要过年嘛无法度摒扫，加在有人来斗相共。家己吼，拢嘛是拢伫咱种的吼，爱做刷工啊，哦，像讲阮爸爸伊做船长的时阵，吼，要整理环境拢请伊去整理，伊拢靠甲种的做一寡线工的生活安尼。个人大尔啊，啊，生活敢会做无方便呢？有时无方便啊，拄地完呢。哎，啊，咱就拄地啊，你听无？哦，所在即马社会就无即马文明较早的社会啊，对啊，社会伫我转变啊，对啊，啊无法度啊，咱无要安怎。社会局表示，目前家己县内孤单徛是大，大约有16位。透过甲民间福利团体的合作，伫过年进前这段期间加强协助，希望因的年会当过甲较顺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